有诶无诶吼，做即个展览的迄个主题，因为我使用的媒材足济啦，我使用的材料足济老做嘛，所以就要较简单讲，咱台湾人要讲有诶无诶，用这个方式去形容足济很多啦。其实迄四面有诶无诶是有一届我去买材料，我定去遐买，我买材料足少诶嘛，拢少，已经大厂的迄个接待小姐讲，定来看到我，但是伊佫袂记我诶名，伊就只好甲内底人讲，迄个做有诶，北港迄个做有诶无诶，佫来要买了。我突然记起来，有诶无诶，其实这个样子也不错啊，这样来介绍自己算对，因为我做这个物件。正式用迄四面无野茂野，一个对来培养高工这老师，他的生命真的很励志。这个发生伫咱这个所在，毋知那个，咱人哦，拢会把那一些遗忘，离咱上近的，开始离咱上。我嘛是去做工给他人家都可以想到这样代志，后悔来想一想，把它画下来，生活中的一些小困难来有没有跟他学一下。借由就是老屋，那我们重建，然后有一个北港座，然后唤醒大家对一些我们时代的记忆，也希望我们可以可以更去珍惜这些老旧的东西。许碧光老师啊，我来北港工艺坊这边做展览。老师从事这个多媒材的创作，从他阿公那个年代3代以来就是这样子。然后在北港这个全盛时期的时候，有4间戏院，然后他们家就是做电影看板这个创作。然后这一次因为结合我们这个北港，其实我们这边有那个郑丰喜老师之前住在我们这附近，老师也有用这个郑丰喜老师的《汪洋中的一条船》的创作来这边做展览。欢迎全国的观众可以来这边北港工艺坊参观许碧光老师的展览，到11月3号，谢谢。